六哥，咱这2天一闹腾，还真见成色啊！报纸要采访咱，我让他们下午在渤海大酒店，咱飞虎派要成名了。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好啊，让他们采。那你去啊？不行，我不认字儿，说不到点子上。你是留学生，还是你去说。那说什么好呢？没有你这么笨的。你这样，什么爱国你说什么，学生们怎么喊，你就怎么说。另外，这帮记者们都挺馋的。你这样，今天晚上你在渤海大酒店摆下大鱼大肉，你让他们痛痛快快的吃。我估摸着5块大洋也就够了，这比做广告便宜多了。不能光让他们吃，还得让他们拿着。哎，老吴啊，你来的正好。你这样，你跟东家好好合计合计，看看他们能来多少人。你们俩算一算，每人1张2蓝布，1人做件大褂穿。另外告诉他们，每年8月15到这儿来领布，进了腊月门呢就来领肘子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这帮人婚丧嫁娶啊，咱都随份子。这个可是好事儿。这个，哎，掌柜的，那蓝布是给他深蓝的还是以9蓝？我看老吴啊，你都快傻了，19蓝能做大褂吗？有女记者呀，女记者他们也有男人呢。你这样，不管男女，1人1张2，深蓝。咱们烧了这炉香，就不管他们谁受用了，快去办去。哎，家驹啊，你六嫂给我来了一封信，老吴看上面字儿没敢拆，我拆开了呢，又不认识。你看看，这上面这4个字儿是什么字儿？尽人可读，还念吗？哎，念，看你六嫂子说什么。我这不认字儿就是残废。彩琴小妹起，六哥安好。这第一行啊。接下来是，过年一别百日有余，妹思夫兄日以继夜。福庆我儿暮属东方，虽无言语亲情之态。这就是说，孩子经常往青岛方向看。六哥，这柱子的媳妇文笔不错呀。哎呀，你就念那意思吧。六嫂说她让你遇事要往宽处想，别着急。还说夏天的时候要到青岛来伺候你。2位老人都很好。家驹啊，家里那些人没白天没黑夜的念着咱要是不好好干，可对不住家里人。兄弟，听我一句话，老二收了就收了吧，以后可别再整别的了啊！六哥，你就放心吧。我说家驹啊，等咱的买卖上了正轨，你也教我认2字儿。我要是认识字儿了，想你六嫂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信拿出来自己看一看，你说那多好。哎，不说了，家驹啊，你去会会那帮记者。你看人家记者啊，靠着写字都能过日子，多好。本岛大华染厂以实业救国为己任，发财赚钱不忘国家兴亡。在5月5日学生抗议游行的时候，拿出上等好布40匹做成横幅，以自己的行动表达了爱国强国的意愿。同时，他们还停下工厂的锅炉，专门给游行的学生烧水送水。更为感人的是，他们全场上下，从工人到董事长都吃窝头。那天为了支持学生们游行，特地买了1袋子美国富强粉，蒸了几笼馍馍放在厂门口。学生饿了就让学生吃，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大华染厂的董事长卢家驹先生这样说：我们和其他的大厂比起来，我们的厂小了一些，但是厂小不能忘忧国。我们捐了40匹布的横幅，这不算什么。我和我的合伙人陈寿亭先生一致认为，没有国家的强大，我们的利益就得不到保证。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当初我远赴德国学习染织，就是要走实业救国之路，所以我们将我们的牌子定为飞虎牌，就是想通过我们的努力，使中华民族跻身列强，像飞虎一样活活的有生气。刘哥，我这段吟的怎么样啊？有点意思。
工厂的锅炉能烧水吗？孙明祖听了不得把牙给笑掉了。还美国富强粉蒸的馒头，还一破了，说的有鼻子有眼的。真要有这样的馒头，我一人先吃仨。刘哥，我匀的到底怎么样？太好了，云的。家驹啊，以后再有这样的游行，不管是反对缠小脚，还是主张打离婚，要么或者是主张中医公开营业，咱们啊都照这个法子给他办。可是家驹啊，这游行怎么游了2天就停了呢？照你的意思，得一直游下去。咱这40匹窄服部啊，怎么着不得游个10天半个月了？哎，掌柜的，结布呢？这飞虎牌的好，布又瓷实又不褪色，这么些布里头，就这飞虎牌的最鲜活。您要多少？有栈桥牌的吗？还是这飞虎牌的比较鲜活？您来多少？我问你有没有栈桥牌的？有是有，可这栈桥牌的都没人买。虽然2种布它价钱一样，可是栈桥牌的看起来乌里吧唧的，没精神，跟没睡醒似的。哎，您2位结布呢？啊，这飞虎牌的比较好。还用你说吗？我们就冲着这飞虎牌来的。哎，就这深蓝的，1丈2。好嘞。打扰一下，你们为什么买这个飞虎牌啊？哦，飞虎牌这个厂啊非常有正义感。学生游行的时候，他们停下来生产，用锅炉烧水给学生送，还给学生送饭。你们不知道吧？他用的是工业锅炉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是从报纸上看来的。那么你们感觉这个飞虎牌的这个颜色怎么样？还行。其实过去啊，我们也没注意过这个牌子。那么栈桥牌的呢？栈桥牌也行，可跟飞虎这么一比啊，就显得旧。再说了，飞虎厂帮助过学生，咱买它一回布啊，也尽点心。对。要真不掉色的话，那咱以后就买这个。2位，您的布。扰您的钱。谢谢。哎，2位慢走，回见。掌柜的，您看都认这飞虎牌，您来多少？你还是先把栈桥牌给我拿来，我比一比。您看，这同样是深蓝，飞虎牌的显得多厚实。您来多少？这飞虎牌一共有多少种？6种。一样给我来3尺。3尺，3尺您能做什么呀？我不做什么，看看可以吧？李先生，你过来一下。你看人家这个布料，这个颜色怎么这么准呢？啊？你看看这蓝色，不仅这个颜色稳，而且还不露黑头，和咱们染料桶上的那个色样是一模一样的。哎，还有这个1/9蓝，多脆呀！啊，它这是添的什么料子？这是？啊？他添的什么我不知道，但我敢肯定，不是现成色，而是用几种颜料调出来的。哎，这就难办了。这学生一闹游行，把这飞虎牌闹得也跟着出了名了。哎，他没出名之前，没人感觉到他这个颜色好啊。这下不一样了，将来这个大华一点点变大，虽然这1、2年对咱们构不成威胁，但时间一长，肯定让咱们难受。我说，你能不能多弄它几种颜色？调试调试，这个恐怕很难办，因为这个中间色它跟水温有关系，水温过高或者过低，都不能体现正常的色值。这肯定是卢家驹从德国带回来的现成配方。
咱们想法子把它拿过来不就行了吗？对呀，贾小姐说的有道理，这个可能就是德国的现成配方。思雅，思雅，你刚才跟我说的陆家驹那个方子，你真的能套出来？你笑什么呀？这有什么难的？上次商会组织跳舞，陆家驹就想约我吃饭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办事儿归办事儿，但咱不能失身啊！宁可这方子不要，咱们也得守身如玉。哎，这李先生研究不出来，还有别的先生吗？但你就不行了，你对我来说，你是我的唯一，懂吗？那是我自己的事儿。这些年，我为元亨也出了不少力。哎，你还是按照咱们当初的约定，给我加上那成份子吧。哎呦，我说大小姐，那得是董事会才能决定的事儿。当然了，我也是董事长，是吧？有些事儿还是可以决定的。那就照你说的办啊，照你说的办。那不就得了吗？就是，董事长嘛，这点实在定不了，那还懂什么事儿？这将来如果咱们把这个方子拿到了，这个陈六子就从青岛滚蛋了，你说对不对？他那些名都是暂时的，那都是暂时的虚名。如今这个学生游行也停止了，他又没钱做广告了。可咱们栈桥不同啊，咱们栈桥是老牌子。哎呀，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个飞虎牌一出名，把咱们那些东西比的，这个颜色是有点不太好，是吧？六哥，哎，家驹啊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哎呀，六哥，这厂里工人已经这么多了，你就不要自己亲自干了吗？你就指指画画就可以了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思雅要请我吃饭。思雅是谁啊？就是大洋马。嘿，有点艳福啊！我说家驹啊，这披蓑衣的还没走，打伞的又来了。二太太刚怀着孩子，我看呐，你还是少弄这营生。我也不想到，人家非要请我吃饭呢。收到这封信我就犯嘀咕，这大洋马是孙明祖的相好，又是元亨的股东，他请我能有什么好事儿啊？我心里没底啊，就来问问你。我知道，大洋马是孙明祖的得力干将，没有他，元亨不可能有今天。他请你吃饭是为什么呢？嫁给你，他不会；跟你玩玩倒是有可能，顶多啊也是跳跳舞。至于别的，你除了学染织不会染织，别的你什么也不会呀。赚钱他不会，他是不是想会我这个留学生啊？切，留学生跟别的男人也没什么两样。不过这女人也难说。哎，家驹啊，你这一提醒我倒想起来了，这事儿你得慎重，别中了他什么计。这事你让我好好想想啊。站住！回来！你给我站住！你站住！我不打！站住！于德彪，你干什么你？掌柜的，我错了，你别再打我了。掌柜的，这个小子阿忠吃饭比谁都多，干活比谁都早。我叫了他好几遍，让他给我放水，他就装听不见。啊！我于德彪，有这么回事吗？掌柜的，我刚刚站在烘干机跟前儿，那机器轰隆隆的响，我什么也没听见。你是没听见，还是听见了不动弹？他听见了。你是给我装听不见，
啊，真他妈该挨揍！吕德彪，狗子，你是咱东家的远房亲戚，你爹找了老东家好几回，说了那么多的好话，才把你带到青岛来。是，咱这活是累，没白没黑的干，可总比在家挨饿强吧？你在没来之前吃过全粮食的干粮吗？没吃过吧？干咱这活光有力气不行，还得透着机灵。你说咱这车间里到处都是机器，你要是一不留神让机器挤着怎么办？你看杜二子，不就因为打个盹儿手才给挤没了吗？多亏咱东家人性好，养着他。这要搁在别人家，你说他这下半辈子该怎么办？去，给吕把头鞠个躬，回去好好干去。吕把头，我错了。是吧？掌柜的，再不好好干，我他妈还揍！吕德彪，咱这厂外头就是大马路，你举着个竹坯子到处撵孩子，你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掌柜的，你叫他一次他就动他，我叫他好几次他都不动他，这不是故意气人吗？这不是？吕登彪，我从今天给你立个规矩，你不能动不动就动手打人了。是，我也打人。可他确实该打。我不在车间的时候，你坐那抽烟不干活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是把头，拿的钱比别人多，你就应该领着工人们带头干。你要不干，工人能听你的？听见了没？去吧。家驹，我想辞了他。不行，刘哥，这登彪是翡翠的姨表弟，不行啊。正因为他是大太太的表弟，我才留到现在。他收工人的礼，你知道吗？我抽空说说他。刘哥，我在外头娶了二房，打心底里对不住翡翠，再把他的表弟给辞了。你说翡翠又要面子，再一时想不开，寻了短，不行，刘哥不行。这朝廷里要是有了亲戚，这事就不好办了。工厂也一样。行了，就这么着吧。哎，你刚才说到哪儿了？说到大洋马为什么请我？行，我看这事儿啊，你还是去，但你记住了，回来照实的跟我学。这男女之间的事儿本来就是干柴烈火，这火星子要是落到干柴上，兴许没事儿，可大多数是有事儿。家驹啊，你不常来车间，你是不知道，这工人们在这干活比在家里种地要累得多。人家撇家舍业跟着咱到这儿来，不就是为了能多挣个仨瓜俩枣的吗？出去不要乱花钱，啊！等咱有了钱，咱就多添机器，少用人，留着咱的钱呢，好干大事儿。行，你去吧。我是这么说，并没让你这么做啊。你说的对，女人最大的武器是温柔。家驹儿，以前都是我错了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无所谓原谅不原谅，两个人本来就不认识，突然生活在一起，肯定会不适应啊。那你晚上回来吗？还不一定。这要看客人是去崂山呢，还是去打麻将，我尽量吧啊。那么咱们什么时候回张店看看呢？我好给咱爸咱妈买点礼物啊。要走就快点走，我肚子再大了就不方便了。我知道啊。家驹儿，你答应我别再找个贵号了好不好？他不是好人。好，不找欧桂花啊。六哥说的对，有钱呢就得留着办大事儿啊。当初我看上你，就是被你的风度迷住了，也不管你家里有没有太太，无意中伤害了她。我以后就管她叫大姐吧，反正她也比我大。家驹儿，当初我爱上你，我爸爸妈妈都反对，可是我不管，
因为我真的爱你。可是敖桂花她不一样，她是冲着你的钱，是冲着你大花染厂的东家来的。现在大花比以前更有名，又上了报纸，她会更加不放过你的。家军儿，我给你生第一个孩子，这是咱俩爱情的结晶，是纯洁的。是纯洁的，第一个孩子是纯洁的啊。你去张店呢，不需要给我爹买什么东西，就是自己啊，把衣服多带点。张店是个县城，虽然旁边有一个煤矿，但是还是不生炉子的。你没有在乡下和县城生活过啊，体验一下也是有好处的。家军儿，拜拜。哎，先生，请问您是大华染厂的卢董事长吗？贾小姐说不在这个餐厅吃饭了，让您去卢森堡西餐厅等她。她住201，你也可以直接上去。贾小姐住这儿，不是不让元亨的人。先生您上去吗？不用，谢谢。让卢先生久等了。没关系。贾小姐真是楚楚动人呐。贾小姐，谢谢。要打动卢先生，可真不容易呀。今天是我请卢先生吃饭，都已经安排好了，可以上菜了。贾小姐，请。这手表真别致，是浪琴的。哦，不，魔凡图是我上学的时候买的。借我看看行吗？红颜知己，春日海天，这才是心事的4句。贾小姐，我们用英文交谈好吗？我的英语还不足以和卢先生交谈。哦，菜来了。苏格兰威士忌，这可比中国的白酒还要猛烈。
卢先生怕了吗？no，这个酒不能一下子倒这么多。倒吧，这是中国。哦，这是中国。贾小姐 ，Cheers。Cheers。你过来嘛，让我喂你。啊。你说你在国外待了这么长时间，怎么没带个杨小姐回来呀？那时候老师啊，只知道家里给定了亲，就没往这方面想。我这样是不是特别的傻？后悔了？无所谓后悔。现在要想找一个杨小姐，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只是中国女人已经够好了。没了，咱们再开一瓶吧。思雅，不能再喝了，再有一小杯，我就醉了。卢先生醉了，光这酒还不要紧，主要是这人。良宵美宴配佳人，这真是人生的一乐呀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今天之约将是一个灿烂的记忆，它将会在我的人生的履历中闪烁着光芒，让我终生难忘。家驹，我也是一样。舍家趁夜随君往，何惜红颜当酒炉。你说，古人都那么浪漫，那我们是这样，是这样。有时候必须放弃一些东西。咱们走吧，再不走，我大概会此情难抑了，思雅。你是有酒做着防护，才会说出心里话的。一切随遇而安啊。送我上楼嘛？扶我到床上去嘛。好。来，他娘更能偷，他娘号称神偷皇后啊，是吧？他比他爹他娘还能偷。怎么能偷的？他从他娘子肚子里出生的时候啊，他右手是钻子，他把知生婆的戒指就给偷走了。
掌柜的，东家和大洋马上楼了。你看见了？哎呀，我亲眼看见的。你估摸着他们俩能整出点实事儿？掌柜的，你是没见呐，那个大洋马是太馋人了。哎，我是说不出那股子味儿。掌柜的，别说是东家了，就是您恐怕都扛不住，扛不住。去你娘的！我扛什么呀？人家又没找我。对。哎，邓彪，啊，你说这大洋马为什么舍命陪咱东家？这说不准。哦，对了，这事儿你跟谁都不要说，特别是年下回家过年，别跟你表姐说。这事儿干买卖的免不了。掌柜的放心，我不说，说了我那个翠表姐会更伤心。掌柜的，你说咱这东家怎么那么招女人喜呢？嗨，这都是让咱给比的。你看咱这些人土了吧唧的，东家跟咱比起来啊，就是谷子地里窜高粱，高出一大截来，人家能看不到？对。哦，对了，你赶快给二太太送信，就说东家陪着客商打麻将，今天晚上兴许回不去了。哦，你送完了信之后，就在宾馆门口守着，让东家别回家，别再说那两岔，二太太再来找我闹。掌柜的，你是说东家能在那儿过一夜？一夜不一夜的，这说不准，反正一时半会儿回不来，你就这么说。掌柜的，他要是在那儿过一夜，我就一直在那儿守着呀。怎么着？要不你回车间干活，我另外派人去。哎，别，我守着。哎。掌柜的，笑什么呢？美人关，连皮带肉往下粘呢，没治。哎，老吴啊，你说这大洋马为什么惹咱东家？这事儿嘛，你都搞不懂，我就更甭说了。我记个账的嘛，还可以。我也没问你做账，我是想这大洋马不愁吃不愁穿的，他这想干什么？难道是王司徒用计奸东吕，风一挺吕布戏貂蝉，想离间我和东家？哎呀，掌柜的，别管谁戏谁了，这事儿你可得摁住。这东家找了俩貂蝉了，再弄上一个，到了年下，咱怎么见老东家？这事儿我正犯愁呢。就这么着吧。明天也就明白了。哎，老吴啊，这时候的东家肯定是山顶上的露珠往下滚，想杀也杀不住。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哎，方子还有些周折。那这么说，现在还不成？那个方子是陈六子自己配的，投料的时候谁也没让看。这不白陪他了吗？白赔什么呀？净胡思乱想。卢家驹去要了，他说问题不大，等会儿给个信儿。恐怕没那么简单吧？这方子可是一个厂子的命根子。什么不简单？东家说了，掌柜的就得听。我看这陈六子要是离开卢家驹，自己也没法干。我看卢家驹未必能要来那个方子。不信你打打电话看，是你说的对，还是我说的对？掌柜的，你好几天没睡觉了，还是先睡一会儿吧。啊！我说老吴啊，咱们厂子一共才一趟槽子，就是不分白天黑夜的干，也不到孙明祖的1/4啊。趁现在咱买卖好，能挣到钱，回头还得再上套机器。你把钱拢一下，这2天让东家去趟德和洋行，怎么着也得再趟套机器。就是再上套机器，也得4、5年才能赶上元亨啊。彪哥，哟，怎么才1夜就扛不住了？别提了，我遇到难事儿了。怎么着，大洋马想嫁给你啊？
要是真的呀，那就好了。老吴啊，你先出去一下。怎么了？六哥，我闯祸了。怎么了？你倒是快说呀你！大洋马要咱厂染布的那个方子，你说什么？我就知道他请我吃饭准没好事，可是没想到他会来这么一手。哎呀，都怪我，当初不喝那杯酒就好了。你知道吗？染布的方子是咱染厂的病根子。这孙明祖也忒不是东西了，这不是刨咱的祖坟吗？你也够没用的，你倒是先问准了什么事儿，然后你再干别的。你倒好，不管什么后果，你先把事儿给办了。你说说，现在怎么办？不给他就是了，到时候我给他一点钱。你放屁！大洋马是元亨的股东啊，咱俩的房子是租来的，可人家住的是自己的小洋楼，一般的小钱人家根本就看不上眼。好，咱给大钱，可这老吴是你爹派来的，这钱他能给吗？就算给也忒贵了，必须仨一代代都归。是他主动勾的我就是不给他钱，他也不能把我怎么着。他是不能把你怎么着，可人家要的不是钱，人家要的是方子。你没说方子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啊？说了，他让我问你要，还让我帮他挖一个懂行的伙计。这你也答应了？那个时候，好比就是在泰山的18盘上，想站也站不住啊！我什么都忘了。家驹啊，你也没问问他厂子里要不要我。六哥，要不然我先回张店躲上1个月。我说家驹啊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咱在青岛干买卖容易吗？啊，咱给布铺里让利，让你去渤海大酒店去接客商，碰巧赶上学生游行，咱的买卖才有点起色。你倒好，没打着兔子，却崩瞎了自己的眼。孙明祖这么喜欢大洋马，都没把他收成姨太太，人家连美人都舍得，买卖能干不好吗？咱给布商那点利，孙明祖用不了几天，他就能整明白。元亨厂是大厂啊，孙明祖想把咱干停了，那还不容易。咱的长处就是布色好，这是你六哥我多年咂摸出来的，这可是咱的命根子呀！这是，你说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？是，咱可以赖着不给他，他也不能把咱怎么样，那咱可就成了无赖了。家驹，你可是留学生啊！那我怎么办，六哥？掌柜的，有电话找东家。什么人打来的？是个女的。不接，不接，不接。接，看看他说什么。他转身问那方子，给他。慢着，给了他，咱怎么办？不过人总得讲点信用，特别是对女人。你去答应人家，这大洋马在青岛可是数得着的大美人啊！人家哼哼唧唧陪了你一晚上，总得给点东西吧？你就回电话，方子伙计咱都给。六哥，那我去接了啊。去。老吴。掌柜的，这方子真的给他了？要不还有什么别的办法？你这样，你去车间把那个王长庚给我叫来，
人家不但要方子，还要给他一个能干的伙计。这回倒是利索喽。哎呀，掌柜的，这王长庚可是很能干啊。就这么着，你去吧。我知道了。哎，好了，就这样啊。办妥了。陈六子同意给方子，家居还挖了个伙计，这下总可以了吧？你说这个陈六子怎么这么大方啊？不会是有鬼吧？啊？这赵东初可说过，这陈六子脑子反应特别快，鬼心眼特别多，是不是还是谨慎一点好？谨慎什么呀？咱们又不是拿来就用，咱们还得翻来覆去的试，试行了咱们才用，不行了咱们还用吗？啊？我都跟你说过了，家居是东家，陈六子是掌柜的，东家说的话，掌柜的能不听吗？哎呦，家居啊，让着陈六子是为了图省心，大事儿啊，还是家居说了算。你说这个东家要真这么干，这大华也没几天支撑着他。你说这个陈六子这彪乎乎的，他不是投错主了吗？